伫咧2014年停办的屏东应达技术学院，到即阵还阁欠一寡老师薪水，学生也无安排好势。高教工会伫今仔日就伫咧教育部门口召开记者会，伊认为讲学校会欠教职员遐尼侪钱，全是因为董事会甲钱摕去违法使用，而且教育部拢无来做管理，而且对这个学校学生的安排，教育部所写的数字嘛只是写好看尔。屏东县应达技术学院因为少子化甲经营问题等原因，伫2014年停办。到今已经7档啊！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甲学校的老师伫教育部头前开记者会，批评当初的董事会非法使用6000万学校财产，唔只会欠教职员遮济费用，但是教育部是拢无处理。从2014年停办前，我们就已经不断的跟教育部检举说他们违法重重。这几年来，教育部毫无作为，就在教育部的监管底下，眼睁睁看着前董事会把永达的现金花到1毛不剩。针对永达的所有资产，我们在进行委托会计师做一个确认当中了啊。已经挪走多久了？2016年就挪走了，教育部确认5年。工会讲，当初停办的时阵有625个学生需要安置，不过3档过去，只有54%的学生顺利毕业，而且针对现场教育部的讲法，工会感觉真不满。其实部里头也都有持续去追踪啦，只是想要说明一下说，因为在498位同学里头，其实最后追踪到今年啦，大概有390位同学已经毕业了，那休退学的同学大概是130位。不是嘛？我们不用490嘛，他们625个。那我们现在产对不对？学生等于是没有被接受安置。对啊。工会讲，教育部用498个学生当作学生总数，是敢若算有接受教育部安置的学生尔，其他无接受安置的学生，有部分是因为教育部无法度将因转去适合的学系，也是讲转去伤过远的学校，所以放弃。工会批评教育部的讲法是自欺欺人。针对工会甲老师的诉求，教育部表示，应答的问题，即马就看停办以后成立的公益董事会要安怎决定。教育部过去有协助公益董事会甲老师沟通，未来嘛继续提供需要的资料，予董事会协助解决问题。记者郭碧君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